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結束訪問中國的行程，尾仔嘛已經飛返來台灣。中國國台辦嘛公布上新的10項對台政策。國民黨表示講，這是中國對台灣表達善意，不過就委會強調，這只是中國包裝做禮物的毒藥，呼籲中國就要甲咱人民選出來政府恢復對話。結束6天訪問中國行程，返來台灣，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受到國民黨立委熱烈歡迎接機，也閣抗議一直低調咧。台灣不會好。基進黨批評鄭麗文呼應中方的講法，尤其是鄭麗文返來台灣進前，中國國台辦公布上新一波10項涉台政策，親像推動恢復兩岸直航正常化，上海市甲福建省民眾赴台灣自由行，並且佇堅持九二共識、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上，為台灣農漁產品進口建立溝通的基礎，也閣允准引進台灣影視作品等。不過其中有儕項明顯需要先甲咱方來協商，才有可能達成。我們中國國民黨可以提供大家很多具體的管道，直接的能夠感受到、接受到兩岸和平發展的和平紅利。國民黨副主席張榮京呼籲政府應該以民眾利益設想，積極來回應中方。對此，立委會講，北京所謂經貿的讓利，只是包裝誠濟、大禮包裹的糖衣毒藥。近年來不時甲兩岸交流武器化、工具化，讓咱國產業、農漁民的權益充滿真懸的風險。強調任何交流對話無應該附帶政治前提甲目的，呼籲中方甲咱國民選的政府恢復對話才是正道。民進黨立委也認為，對着中方的經濟統戰手段，必須提高警覺。這就是所謂的口蜜腹劍，因為中國所認定的交流都必須要建立在中國的框架底下，也就是9·2共識、1國2制。兩岸任何開放的措施涉及政府公權力以及制度管理的事項，中方如果是真的有意要推動相關的措施，應該是透過既有溝通聯繫管道。經濟部指出，根據上新的預測，2026台灣的 GDP 成長率是7.6%，中國是4.6%。咱國有關的依循立足台灣，布局全球，行銷全世界原則來推動經濟發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